好，欢迎收看今日12月1日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今日有啥物新闻重点。玉虎制药伫桃园的工厂昨中昼火烧，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结果今日中昼现场佫传出爆炸。因为台北桂芳增强水汽饱甜，玉山、雪山早起拢落雪啊，是今年头一场雪。英国的病毒变种高团感染率增加7成，过一日增加要36000例，创下新高。先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玉虎制药伫桃园的工厂昨中昼火烧，佮烧对边仔几间公司去，这意外嘛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结果伫今仔日中昼现场传出爆炸，因为厂房内底有化学物质金属钠。玉虎公司即马是估计讲，因的损失大约是8亿。桃园市政府已经依照治安法要求停工，嘛要追查责任。怪手一直学消防人员无用夜水做残火处理，火场经过规暝抢救，消防人员是非常的忝，有的坐滑倒暂时休困一下。这一摆救灾总共出动100台救灾车，304名救灾人员。昨天就是一直连续不断的爆炸，对，现场大小针超过10针。玉虎制药桃园工厂20中昼发生大火，风势强，佮加上厂内囤大量化学品，一直引起爆炸。边的海河拖掉保管场，跳甲是真厉害，甚至有顶路零件喷飞到保管场，好佳在无讲到人甲车。这一块就昨天从上面那边飞过来的哈，对，感觉砸出一个洞。对。这大火造成一死一伤，24小时了后，佫发生爆炸，佫爆出大量乌烟。消防局表示，厂方第一时间讲厂内8桶金属钠已经清空，想袂到依然有残留致使爆炸。伫业者无提供危险物品确实数量甲位置进前，禁止所有人员进入厂内。它没有办法在常温常在表面上，它一定要放在油的溶液里面来做保存。桶体破裂，它与空气接触或是水分接触才能爆炸。工业防灾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重大的化学品的工厂，那么我们也会展开这个安检跟其他必要的措施。玉虎制药也开记者会说明，因为生产线咧做化学溶剂处理，无细致发生火灾，初步构成损失差不多是8亿，应该用得到保险全部赔偿。我们目前有投保足额的财产保险，所以财务的损失保险理赔应该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火烧甲34176平方公尺，和这场大火影响到的风力纺织、桃园纸厂、东洋工业、国前工业这工厂初步估算损失10亿。玉虎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差不多是3000万，后续赔偿依然是真值力。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冬至，玉山伫早起8点外落今年的头一场雪，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加上水汽饱甜，雪山早起嘛落雪啊。气象局是表示讲，玉山头一场雪落伫12月25进前，拢算正常。今年时间嘛差不多。另外要提醒乡亲，气象局伫尾暗仔有针对基隆北海岸甲宜兰发布大雨特报。玉山2日早起8点20分降落今年入冬以来第一场雪。玉山气象站积雪累计达到0.5公分，气温摄氏零下3.1度。降雪继续到9点50分才停止。中央气象局表示，玉山初雪时间伫12月25前拢算正常。在每年的12月25号以前都算是正常值，那所以说今年的初雪是发生在12月21号，所以也算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在今天一直到周4以前，其实中层的水汽还是会有一些带来到台湾上空，所以说在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区，在周4以前都有机会观测到有可能有降雪的情况。透早，有山友顶落山，拄好拄到强降雪，报道淡谷有淡薄危险。玉山管理处指出，雪季期间部分路段受积雪影响通行，无适合一般性的登山活动，会优先宽道维护登山安全。攀岩山中的同仁会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第二个会做一些加强安全宣导。透过这些部分，第三个我们会协助山友装备的检查。
毋但玉山抗世，雪白国家公园雪山也落雪，早起11点有山友伫面册分享山顶雪景相片甲影片，为全国以上到主峰看一眼暴雪，景色真水。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加上南方风起北起，气象局伫伊贝亚马继续针对基隆百合花甲基隆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因为连日落雨，山区爱细泥放起甲落石，提醒民众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国内发生头一站机师伫飞行机顶规定烧未感染的代志，已经有3个人确诊。疫情指挥中心是认为讲，应该是纽西兰籍的技师先破病有扫，却无挂喙罨，可能就是感染源，会依法来处罚。技师工会即马是建议民航局应该针对机组人员采取严格体检。若交通部嘛有提出建议，拢要交予疫情指挥中心来管。国内爆发头一件技术团体感染新冠肺炎，目前已经有3人确诊。指挥中心约调了后，将感染源寄向765例纽西兰技术，因为核酸检验病毒量偏悬，抓算伫11月29飞美国航班时，伫当地就被感染。返来台湾了后，依照规定提出检疫3天，了后效果有挂出，11月12日再度飞往美国，伫机顶都有稍微症状，可能伫集勤时传染给同事。外团这名外籍技师过去伫集勤时都无确实挂喙罨的习惯，引起大家不满。因为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当然戴口罩的可能这样的习惯比较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少碰到这样的情形。所以其实我们有一直在宣导，就是说在执行的时候，那从报到一直到报离，然后回到房间，然后才能够把口罩摘下来。对此，各家航空业者拢表示，航空业配合指挥中心防疫政策，若技术员伫食饭、啉水以外时间无挂喙罨，拢会依照情形严重程度开罚。也毋过有技师私下表示，长途航班政府驾驶就算无共时间食饭，也拢伫原本的会议，也都是伫同一个密闭机舱内，所以只要有人确诊，传播风险都非常的高。你能不能筛检出机师里面有哪些人被感染了？不能让他去服勤呢？那也就是说，这些高危险性的族群里面呢，你可能要定期去筛检他们的抗体跟核酸，这样是比较安全的。技术团体检验引起检讨航空业检验制度，交通部表示，保证规范飞机技术员入境后3天内，客机技术员5天内，比照地处检疫规定，袂当外出，佮搭配执勤时的防疫措施，应该符合。也毋过顶日报有空服员违规外出，即马佫有技师无挂喙罨，民航局已经提出加强办防疫方案。我已经责成航政司跟民航局，进行检讨，提出可能必要的修正。那这个部分因为指挥中心会有它整体跟专业的一个考量，我们正在沟通讨论当中。目前虽然边境封锁，不过国际飞机需求量大，技术人员有大量派飞勤务。技术工会发表声明，呼吁航空公司甲技术员爱配合，并且尊重指挥中心预调，执勤时一定爱做好防疫措施。也建议指挥中心会当比较国外航空公司，和技术员伫固定时间体检，避免确诊者接近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咱政府要开放有3百种的美国猪肉进口，针对卫福部以违反食安法去告苏伟硕医生。行政院长苏贞昌即马是认为讲，科学的问题应该是理性来讨论，有毋对就爱改。不过苏伟硕是强调讲，伊只是讲出一个科学的事实，那政府硬要甲告，伊嘛会接受。针对开放内地进口的行政命令，24时要伫立法院表决。国民党团即马是动员民众去立法院告食安。法内底医师苏伟硕和卫福部以违反食安法告发，以18法文修正引用的数据。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科学问题应该理性讨论，知影毋对就爱改正，相关的法律责任也希望法院定章。苏先生已经更正了他过往的错误，而虽然差到1000倍，那如果能够更正，让民众知道，也是一个正确的态度。现在有一种声音啊，好像说希望我能够道歉，对于所谓错误讯息的部分。那我想，这个讯息其实都是有所本。苏伟硕提议甲民安反300种毒猪联名去美国在台协会交对会，邀请函准备台美友好无来尽款议会，要送予 AIT 处长李英杰。不过警方表示压力过大，将人赶到对面 AIT 也无人出来。苏伟硕会强调，若卫福部坚持要提告，会接受。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提告是伊决定的。
本部就是说12署提出相关的建议哈，所以是部长您的决定。应该是。立法院要第一时处理内地进口等9项行政命令案算会有表决大战。国民党团23呼吁民众是按周眉，24要设立法院，呼吁向立委施压。日前立委也承认压力真大，按国家行政院辩论会后，党团已经定调要一致性的投票。一一点明哪一些人投赞成来租进口，哪一些人投反对来租进口。在外面有大荧幕，让民众在外面观看，当然要施压了。当然，你说的完全没有压力呢，也都是骗人。行政院苏院长今天倒是信誓旦旦的去宣示，这个部分他绝对做得到。新北市长侯友宜视察校园红内底记者，佮拜托政府要求业者清楚标示肉品。拜托政府一定要听从蔡总统自己说的，让民众很清楚选择吃或不吃哪一族的这个部分。这一点希望政府再加把劲吧。侯友宜亲身确认，灶卡内底猪肉包装是不是有 CS 产地是不是台湾？美国检验落实表示，中央地方的内地现场是一泡泡。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要换所谓身份证，不过一直拢有争议。内政部长徐国勇是找来行政院政务委员陈鸿来化解，用网络直播点破民众的疑虑。内政部即马嘛公告讲，第一届换所谓身份证免钱，不过若拍无去要补，就要纳900块。内政部规划明年7月份全面换发所谓身份证，不过所谓身份证恐惊有涉入各自的疑虑，引起无共款的声音。7一中昼，徐国勇找行政院政委陈鸿做网络直播，回应外界对所谓身份证各种的疑虑。陈鸿强调讲，提供服务的人袂当强制要求要读晶片。那资料嘛，袂连接去内政部。不管是公家机关还是私人机关，不可以强迫像这个我阿嬷或者是他的朋友要读取晶片，他不可以说，那你只有晶片我才提供服务，不可以这样子。所以你每一次办手续的时候，其实服务提供者他是不会再连回内政部，也不会再连回其他机关来确定这张卡的有效性，因为他当天早上已经下载过哪些卡被挂失。若所谓身份证顶悬配偶的名甲爸母的名，陈鸿强调讲会有加密区，输入密码才会当读。陈鸿讲7台卡的防伪机制，等于是护照的规格，安全等级是4。晶片卡的设计程式是 ROM， 敢若会当读袂当更改，安全性比即卖身份证还佫较好。内政部嘛公告，头一届领所谓身份证会为原底收费1张50块，改做免收机费。若补领身份证会为200块改做900块，成本很高，所以千万不要掉了。掉了的话，因为那个成本最少要900块。身份证后面还有我爸爸妈妈的名字，我太太的名字。以后我们的数位身份证并起来，你公布 Q 3名，你唔知啦。我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也不会在上面显露出来。这我拢知影。明年1月份开始，会伫新竹市小规模试办所谓身份证。内政部嘛邀请治安团队测试所谓身份证的治安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美的关系，即马愈来愈麻。有78个美国的众议员斗阵写批予国务卿蓬佩奥，呼吁甲咱驻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合作台湾代表处。外交部伫今仔日有证实这项消息，嘛讲改名伊拢是咱外交部拍拼的目标。进前78位美国众议员联名写批予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将台湾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做台湾代表处，欢迎美台之间的友好关系。外交部处长曾浩勤2日到立法院备询时证实，驻美代表处改名确实是外交部努力的方向。所以是有进行中，所以基本上那个所谓证明或是把台湾成为我们代表处的名称，是一个我们努力的方向。一直都是驻美代表，可能台湾有什么敏感的？对我们国人不敏感，对某些听的人。台湾甲美国还未断交进前，台湾驻外管处叫做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1979年断交了后，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伫台湾成立 AIT， 台湾也成立对等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各地华府设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台湾驻美代表是美国最高层级外交官。伫去年甲美方协调后，改名做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外界也关心驻美代表处是不是有希望改名？我们的
驻外单位应该是由我们来决定什么名称，但是因为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基于外交和政治的考虑，我们不得不尊重有的时候驻在国的意见。现在环境变啦，执政党也变啦，美国的这个对大陆的态度也变了，是不是因此就改为用台湾代表处的方式？这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执政当局来自己考量做决定。听见人表示，因为美国总统川普营造出反中情绪，美国众议员的改名提议也可能有政治考虑。台湾驻外管处未来是不是改名，牵涉到外交问题，爱台美政府之间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高雄前镇站发生死亡车祸。警方表示，一个姓陈的少年家骑奥多摆载伊姓蔡的女朋友，经过路口，亲像是无两段等月，就互一台自用的弄着，拢不幸死亡。因为这对男女朋友拢是云林虎尾科技大学的学生，这个姓陈的少年家拄毕业，是学校篮球校队的队长，雄雄过身，家属悲痛，无法度接受。车门后斗开开，停伫大路，车头弄甲是密密麻麻，几啊公尺远的所在，倒一台喷飞机车零件物件落甲柜头骹，受伤的技术情侣被紧急送医。家属听到宝贝查某囝出车祸，赶紧为南投赶到高雄。不过最后等的却是宣告不治的歹消息。机车骑士以及乘客送医之后，那急救均宣告不治那我们在对双方的驾驶人进行酒测的测试都没有发现有酒驾的情势。这车祸发生在高雄前镇，2日暗时，警方表示，姓陈的技师在姓蔡的女朋友骑伫慢车道经过凯旋四路甲水田街口的时阵，无两段式倒换，互共方向轿车为快车道弄掉。那进到我们学校的时候因为篮球队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的教练，实际上他就是这个篮球队的一个 leader。然后呢，所以他有的时候还是会回来学校跟学弟一起这个练习，所以跟球队的感情是很好。原来这对情侣拢是云林虎尾科技大学学生，姓陈的技师已经毕业，做兵了就因直接工作，伫学校是篮球校队队长。今年大专院校篮球运动联赛当中，拍一8强赛表现真赞，有朋友前几天才翕毕业相片，两人意外拄着死劫。我们那个大4的学生，我们应该会给他一个荣誉的毕业证书。两人原本趁假日陪查甫朋友阿嬷做生日，却伫半路发生车祸意外身亡。不止校感觉真可惜，亲戚朋友也真歹接受。高级别车祸原因，警方也要亲自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那伫这个月初1，台南一个21岁姓曾的护理师，伫下班的半中途，互一个啉烧酒赛车的查甫人弄着。经过20多天的抢救，并无乐观。家属即马决定要带伊转去，无爱互伊继续受苦，嘛呼吁这款代志唔通阁发生。坐伫病床边，不时甲因查某囝的手牵条条，轻轻摸伊的面。姓曾的护理师因为车祸受伤伤过严重，伫病院抢救20多天了后，家属决定甲伊带转。病院同事嘛围伫病床边，感谢伊伫工课上尽心尽力。虽然是真悲伤、真唔甘，不过因为护理师头壳受伤真严重，尾手家属甲医疗团队高不离中决定伫早起11点10分备讲，互伊好好行去。这么辛苦的为了自己的前途打拼，结果就被一个酒驾的人就这样给害死了，我也觉得很不舍。他是要出来买点心，而我的女儿是忙了一天，只是要下班回家吃个饭，都没有办法。因为家境歹，护理师前读册的时阵，就哪做散工，哪分担厝里的开销。去安南病院上班才年外，一个好人因为去互啉酒赛车的人弄着，全去互带走。因妈妈是目屎干的，呼吁啉酒赛车的人都一定要当甲处罚。对于酒驾的问题，刑责可不可以再罚重一点？要不然他们好像都不怕顶多是罚钱的部分而已。21岁姓曾的护理师是伫这个月初1半暝下班要转去的路上，去互一只轿车弄着。这个啉酒赛车20岁姓温的男性，毋但酒测值是0.31毫克，还佫无照驾驶。护理师经过抢救了后，也是救无倒来。那这个姓温的男性会防以酒驾致死罪嫌来侦办。
记者综合报道。一间冒新竹科学园区西台积电公司外口壁的环保清洁公司，是互因的员工指控讲，公司要求因用化骨水强酸来洗外口壁，过程中风喷着，结果皮肤烫着伤，毋过公司却无要插印。今日伫机关做中人协助之下，因甲资方做调解。护国神山，护国神山，立于血汗，立于血汗。大声喊口号，控诉受到家己公司无合理的对待。几个劳工日益出面指控公司，甲新竹科学园区台积电洗外墙的工课包落来，煞要求因用人工化骨水的强酸来洗外墙。在过程当中，因去互强酸喷着的所在皮肤规个烂去。公司煞不准因请因为工课受伤的工伤假，连医药费嘛不付予因。他们也没有使用什么麻醉剂，因为他不知道他那个氰化酸那个毒素啊已经到什么严重程度到怎样，所以他当下没有任何麻醉，所以要一直削皮，一直削。受伤公司也不给我们工伤假，完全也都没有任何的补偿，然后也没有工钱，然后造成我们大家的生计都不好过。化骨水有真强的腐蚀性，若是去喷着，皮肤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空脆；若是无处理，每手可能会致使心脏、肝，还有神经系统严重的损害，甚至会死亡。在机关的协助之下，劳资双方下晡进行调解，议员嘛要求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爱协助处理。你可以去申请职业灾害，为什么不去申请职业灾害？因为当他一去申请职业灾害，我的外包的资格一定会被台积电取消。我们会派员去做查处。那如果发现他有违反规定、违反职业安全卫生的规定的部分的话，我们会依法做处理。专案经过劳资调解了后，公司初步同意赔偿劳工，也若赔偿的金额，要等12月30做第二届的调解才会当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英国变种的病毒真高传，而且传真紧，感染率增加7成。20日时，高一日一困头增加要挖36000例，嘛创下新高。这人数是顶礼拜的2倍。全世界即卖有真侪国家拢已经禁止英国的飞行机，伦敦甲一寡所在拢已经开始封城。在伦敦市中心的尤斯顿车头，会当看到真侪人揸行李行甲真紧，变种的新冠病毒传播甲真紧。伦敦甲英格兰东南大部分地区24时全面封锁，真侪人赶伫咧半暝限制开始进前来离开。Totally irresponsible behaviour. The chief medical officer was absolutely clear that people should unpack their bags if they had them packed. I think that it's relatively small numbers. And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throughout this whole pandemic have followed the rules, been responsible and played their part. 后面真侪国宣布暂时禁止英国客机入境，荷兰第一时间采取行动，直接对英国出发。第20暗时到荷兰角港的史坦纳莱恩邮轮，是伫咧荷兰政府宣布禁止英国航班入境的几点钟了后来停靠。对英国入境的旅客必须要隔20天，所落来至少到跨年，拢袂有英国的航班入境。机场的状况嘛是同款。On a pris les 2 derniers tickets aujourd'hui. On avait des tickets respectivement lundi et mardi. Au vu de la situation et des actualités, on n'a pas voulu prendre de risques. 比利时、意大利、爱尔兰等地嘛采取相关禁令，其中意大利卫生部发现国内一个患者感染这种新变种的病毒，但被荷兰甲澳洲嘛发现甲英国相共的新变种的病毒株。If there's one piece of good news, it doesn't appear so far that it causes any worsening of the disease, which is important. And as far as we know at this stage, the vaccines should still work against it. 变种病毒可能比旧的病毒株增加70%感染率，不过致死率若像无较悬，保持社交距离等等也是防疫的重要手段。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已经针对变种的病毒甲英国保持联络。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第二期摕到美国批准的莫德纳预防针，20已经开始配送去全美国。那以色列嘛开始大规模做辉瑞药厂的预防针，因的总理纳坦雅胡是全国头一个注射的人。那英国的南部变种的病毒和疫情愈传愈凶，也不过科学家是表示讲，目前重症并无增加，所以看起来预防针也是有路用的。英国部分地区新冠病毒突变的病毒株比117大流行，感染率增加7成，病毒生传的程度嘛也悬。致使伦敦都会区甲英格兰南部进入最高戒备第4级的封锁，也未脱欧，就去欧洲甚至是美洲甲亚洲。
几个国家长行孤立。不过专家讲，目前掌握的信息显示，B117当前甲致死死亡的几率并无明显增加，疫苗嘛应该还佫有效果。This new variant not only moves fast, it is increased in terms of its ability to transmit, but it is becoming the dominant variant. It is beating all the others in terms of transmission. 英国卫生官员今年9月份就已经发现 B117变种的病毒株，结卵白质也就是 S protein 的变化真明显。不过一直到最近，才有充分的证据认定伊的传染性更较悬。目前当要争做主要变种的病毒株，当局到今才雄雄讲要实施封锁，扰乱所有人圣诞节计划。目前也无法度确定敢是有更较毒、更较好应付变种的病毒当地的形成。专家讲，民众可能会面临着更较长封锁限制时间。不过要镇压病毒，重点也是伫社交距离，也有敢是彻底落实隔离。They've had a major increase in their number of cases in the weeks following Thanksgiving, and I think we can expect to see the same thing after the Christmas relaxation. 镜头来看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18批准莫德纳新冠病毒疫苗了后，20载起开始甲疫苗配送去全美国超过3700个所在。美国疾病防治中心 CDC 建议18岁以上的美国公民爱注莫德纳疫苗。按算2100亿的时阵，就会注第一档。今日以色列嘛，伫19启动注辉瑞疫苗的计划，头一批注的对象是医护人员。71岁的总理纳坦雅胡透过电视宣布，加速全国头一个注的人。伊讲疫苗注了，无任何无爽快的感觉，要拍破网络谣言。过长讲嘛，未少民众响应纳坦雅胡的呼吁，而且讲已经注文好势要注疫苗。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那伫泰国，即马嘛传出海鲜市场群聚感染，上无有700个人去围着。另外，韩国已经连续5天确定病例拢超过1000例，而且连家家内底嘛出现规定的烧话。那澳洲雪梨的海沙堡因为群聚感染病例增加，大家烦恼讲迄个所在早晚会封城，拢赶紧量早坐飞行机离开。大家排队至少100公尺，医护人员一个线一个取样，要伫3天内完成1万人的大规模检测。因为17日泰国中部一名67岁卖虾的人确诊新冠肺炎了后，卫生单位追查感染源，发现源头伫当地海鲜市场。กลัวไหมก็กลัว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สัมผัสกับลูกค้าที่เข้าไปซื้อของที่ร้านเราอย่างชาวเมียนมาส่วนมากก็จะเป็นชาวเมียนมาเยอะที่จะไปซื้อของหรือไปนั่งอยู่ที่ร้านนะคะ目前已经有700多人感染，大部分是无症状，感染者一部分是来自缅甸的外籍劳工。初步检判是因为大条件歹，而且带甲真密，才造成大规模感染。当局紧急设铁网啊，加派员警封锁市场周边道路、宵禁，佮加强边境管理。因为这个都市离曼谷1点钟的车程，所以首都也宣布取消所有跨年活动。 오늘 0시 기준 국내 발생 환자는 1,036명입니다. 이 가운데 수도권의 환자는 757명이고 비수도권 지역은 279명입니다. 韩国原本因为大规模检测追踪患者，互疫情得到控制，不过最近防疫放令，结果连续5天确诊者拢超过1000人。首尔禁止5人以上集会，首尔东南部一间家家一个爆发群聚感染。 184名受刑人甲1名工作人员去围剿，因为贪污罪入狱的保守派前总统李明博也伫遮服刑，病毒采检是阴性。真侪人将机场塞甲通通，不少人原本打算到澳洲雪梨北部海堡度过圣诞假期，不过最近出现本土病例，已经有70人确诊，真侪旅客烦恼封城，赶紧坐飞行机离开。And I'm not going to allow anything to destroy our tremendous effort that every single Queenslander has worked hard to achieve. There's an extra 24 hours for returning Victorians, but they will have to go into quarantine regardless. It'll simply be at home rather than in a hotel. 附近的昆士兰州甲维多利亚州宣布自20开始限制交通、关边境，佮对来自大雪梨地区的居民实施隔离措施。真侪州拢禁令，也予雪梨亲像孤岛同款。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影响美国的经济，要我800万美国人生活甲真艰苦。3/4的小企业，若无政府斗支持，根本就支持袂落去。那美国国会两党即马伫12月20有达成共识，因是提出规模9000亿美金新的纾困方案，而且嘛讲好势要量早表决通过。
美国政府3月启动的新冠疫情纾困计划，真侪伫这个月底就要到期，挖1200万美国人面临领袂到失业救济金的困境。经过几个月争论，国会两党总算伫20日成新的经济纾困方案。规模达到9千亿美金，未来9个月时间内，将甲一条4千亿美金的2021年政府支出计划报做会执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伫议场上宣布这个解决各方问题的好消息。Of course, many millions of Americans have lost their jobs and are continuing to lose them through no fault of their own. This package will renew and extend a number of the additional important federal unemployment benefits that have helped families stay afloat. 这套纾困方案内容包括一只户每一个人600块美金，每礼拜失业救济金增加到300块美金，拨出3000多亿美金，支持小型企业提供经费支援，要不要配送学校，甲特别处事面临被赶走命运的承租人。这是继续3月2条3000亿美金的纾困计划了后，美国史上规模第2大经济刺激方案。也毋过民主党极力争取，爱互地方政府的实质补助伫协商过程被排除在外。参议少数党领袖苏莫表示，将透过对学校、新冠病毒检测站等其他支出来帮助地方政府。苏莫讲，这套纾困案毋是天崩地是建立基础，拜登政府1月20正式上路了后，将会推动更加侪援助。We all know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the economy a mess by how he treated the pandemic. We all know that President Biden is entering his presidency in an economic deep hole caused by President Trump. This bill helps him begin to get out of that hole. 拜登迄天发表声明，俄罗这套方案是两党联手合作所达成的。伊讲这也只是开始，并且讲这是国家做有艰难工作时的典范。公司新闻王培文编译。来关心去年香港政府针对反送中运动用紧急法定出禁止和平法，讲要阻挡暴力，不过这是引起香港人不满。民主派人士告去法院，今日香港法院是判决讲，香港政府定这个法并无违反宪法，而且有道理。去年香港政府定禁止和平法，和民主派人士告去法院，指控香港政府违反宪法。原本香港的高等法院伫11月中的时是裁定香港政府这款做法违反基本法，嘛违反宪法。不过香港政府不服，阁提出上诉。即马终审法院是认定讲，香港政府是为着要避免暴力，所以裁定香港政府安尼做有道理。今年10月份，一架 R2G 直升机伫淡水违法飞行，引起争议。检警追查了后，发现这台直升机是托付一个姓陈的头家人的。即马伊是同意讲，将这台直升机捐予芬林虎尾科技大学做教学的使用，希望换到原起诉的机会。今仔日早起嘛已经办典礼捐予学校啊。这项 R22轻型直升机。飞行机工程系学生拢非常欢喜，这是因头一摆接触功能完备，会当正常飞行的轻型直升机。这只 R22就是10月份伫淡水违法飞行的迄只直升机。所有人姓陈10个人被检警查获了后，决定要正送予虎尾科大，希望会当换反起诉机会。除了能够换得一些或许减刑的豁免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相信捐直升机给学校，能够对于学校、对于他、对于民航局，甚至对于检察机关来讲，都是一个多赢的一个结果。检方表示，姓陈10个人10月初违法驾驶这只 R22轻型直升机，全程拢被民众翕落来。检警事后拘提姓陈10个人查扣直升机，并且以违反民航法移送私人地检署。即摆除了捐赠直升机，姓陈10个人也答应担任学校的第几公司。他也同意在短时间里面呢，来担任我们的学童教学。虎尾科大是一个技职的一个院校，那学童教学是学校的一个特色。讲要捐赠换反起诉还是缓刑，实务上并不是罕见，也不过需要符合相关条件。最重本刑是死刑、无期徒刑，或者最轻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或者说你被宣告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话呢，你是可以透过公益捐赠的方式来换取这个缓刑或缓起诉的。
要毋过2015年，万向集团创办人赵丁雄伫合议主题备案乌西一案，除了真侪各关户国库2亿罚金，最后得到缓刑5年，引起不少民怨。律师强调，法官甲检察官就无共个案心足拢无共款，像顶新前董事长桂英聪涉嫌走私案，也把想要关1亿互国库换缓刑，要毋过今年7月由原方判刑，1年7个月有期徒刑，会当换扣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即阵无人机的应用是愈来愈多元，毋过安全管理嘛开始受重视。目前民航局规定的禁航区对年车甲单已经增加3倍，交通部嘛强调讲，未来会搁加强管理。无人机的镜头伫咧顶悬的位，这是业者研发未来应用伫咧桥梁检测的新型无人机。除了镜头的位会当照到桥梁的下骹结构，佮会当伫咧收无信号的所在继续进行飞行日本。利用不同感测器跟不同方位，还有一些基本的姿态仪，我们想要利用这几个东西整合起来，让它靠 GPS 一样能做航线的导航飞行。民航法无人机的专章今年3月份开始以来，国内已经有6万多只无人机来注册。无人机的产业兴起来，交通部嘛伫咧桃园、武岭甲屏东东港来进行无人机的示范计划，包括应用伫咧桥梁检测，也个运送偏向的邮件。顶一日嘛已经甲农委会反向联络，协助小农进行无人机的农盆计划。伫咧下领域的应用之下，安全课题嘛更加受到注意。要防避，特别是安全方面，那这里面包括对于无人机的这个注册。还有这个操作者的证照的一个考试另外地方政府有关于这些图资档案的建立跟管理。目前民航局甲地方政府协调，而且公告的无人机禁航区，全国已经有3000多位。交通部强调讲，台湾是亚洲第一个立法管理无人机的国家。民航局透过注册甲专门的 App， 会继续来宣导无人机的使用安全规范，希望伫咧安全的前提之下，促进产业发展，确保未来无人机走向都会区间发展，会当更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列线因为列车的连接器害去故障，甲单拢还未解决。台中市政府是讲无排除要叫毛工程的台北捷运工程局爱赔。那3间承包商今仔日拢公开会室咧，台北市的捷运工程局伫明仔嘛要去台中市议会做报告。日本、法国、台湾3间台中捷运共同承包商代表一出面就深深一鞠躬，向大家会示礼。因为中捷列线上线试营运第6天，列车连接器特心就断去，暂停营运。台北市副市长潘正生第摆对外公开报告，问题就出在零件组装问题，因为组装无好，列车行时阵无平稳，苗固着内部去磨掉，最后发生疲劳才断去。全部拆开来看，是有两个是断裂的，其他是完好的。那我们也做过这个材料的检验，这个经验它应该不会造成本案所以因此而断裂。アンカー装置の組み立て不良により、列車の走行中にドラフトギアシャフトの上下動の不安定になったため、アンカー装置の内部摩擦によって起きた垂直曲げ応力がドラフトギアシャフトに加わりました。その結果としてギアシャフトに疲労破断が発生いたしました。潘正生表示，台北捷运工程局21年来无发生过特心断气，将中捷列线列车36个连接器全部拆开看，其中2粒断气。经过测试，毋是材料硬度问题，未来厂商也要建立一套组装 SOP。川崎动工强调，按照每年2月初9进行完成疲劳测试。确认要建立一个标准程序，而且要防呆的机制。后面我们接手以后，万一我们有同样发生装错了，不麻烦。台中市区要求成立工程的台北市捷运工程局到台中市区报告，台中市府也成立捷运故障委员会，要公开向北捷工程局提出求偿。张德雄表示，北市交通局应代为求偿，台中市府强调中捷爱安全无问题才会通车。那还是重申，唯有安全才能通车。那这一块我们也筹组了第三方的捷运故障的审查委员会。张德雄也要伫日到台中市议会，由负责中捷工程的官员报告及说明。记者综合报道。2020特别过煞，不过今年规年冬天，咱拢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经济产业嘛受冲击，其中嘛包括艺文产业。有大学就进行年度10大艺文新闻的票选，
前3名分别是政府本艺放奖，也有艺文纾困方案，甲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开幕。3项内底有2项甲疫情有关系。新冠肺炎疫情伫全球咧滚价，省动艺文产业为着进行发展，文化部加价推出艺放券，嘛推动艺文纾困补助办法，希望会当陪伴艺文工作者渡过难关。这2项重大振兴甲纾困的资讯，嘛是今年上届受到民众关心的艺文新闻。振兴方案的措施大概都蛮针对需求，那个纾困的对象其实非常的庞大，那其实也重新让我们思考整个文化环境，并不是只有表演团队、观众或者是场馆。在推出这个政策的同时，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决策。那我相信文化部应该也会针对这个艺放券的背后所参与的这一些数据，能够有一个更精准的妥善的分析。会对于未来表演艺术界在进行市场推动的过程，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由台北艺术大学做的年度10大艺文新闻投票，包括前2名在内，拢总有4个甲疫情有关系，嘛显示疫情造成严重的冲击。其他也阁有含文化政策、表演艺术、甲文化资产等等领域相关的新闻。也若经过17年，总算开播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是排第3名。这17年来，台湾的流行音乐界有很多在原地踏步的一个情况，还需要有更大的成长的空间。这个北流的成立呢，其实会是一个里程碑，它未来的可塑性其实是非常大的。主办单位表示，艺文产业的发展是要在变动当中吸收经验。10大新闻呈现的趋势，是希望会当让更加侪人了解台湾艺文发展的路线，期待未来艺文的环境会当愈来愈好。记者综合报道。那嘉义新港的铁路公园最近的气氛是变甲真无同，因为有13个艺术家甲学校社区合作，用3个月时间完成12项作品，未来2个月拢会直接展览。暗头仔的公园气氛变甲真无同，游客甲在地人来到这欣赏最近才刷来的12项艺术品，伫下骹翕相留纪念。很赞，因为有这种真开的迄个气味，嘿。有乡土味，就水啊！这边真的比较少人来走啦，也许点亮了之后，就更多人知道说，这边有路可以往这边通过，这样，对啊，也让那边的人知道说，从这边可以走到新港街上啊，对啊，才会知道说这边有一个铁路公园。12组艺术品透过社区、学校甲艺术家的创作，结合环保的概念。有艺术家表示，今年发生太侪代志，希望透过作品会让大家心情较好。我这次作品是漏沙之网，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永远都有不断的希望啊、幸福啊，顺着像这样的网子流到我们大地上。明年是新港铁路公园20周年，嘉义县文化基金会甲新港文教基金会合作，以生活味当做主题，邀请13位艺术家创作。19号暗时10点钟，要伫公园内底展出2个月。这个咱的特色就是咱请13位的艺术家，然后完成咱12个作品。这12个作品内底有的是结合咱的社区，咱的各单位，有老人，有咱的小朋友，还有学生吼，各做伙创造这个点亮新港的这个主题。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过年的时阵，真侪乡客会来到新港的庙寺，祈求未来1年顺时平安。基金会希望透过艺术的方式，让来到这的人感受在地创造的文化美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的开基天后祖庙，在地人拢号做妈祖楼。庙内底有2尊300-400年的神明，庙方是请专业的修复师来整修，人拢是欢呼心，毋过是修复具，让妈祖婆会当恢复原本的面貌。道长上早天庭接到神旗，要请妈祖的神灵重新入来座位。台南开基天后祖庙，也就是咱讲的妈祖楼，内面有2尊300-400年的妈祖、万灵马加庄真马。经过数百年的香烟雕拜，金身的外皮也开始晓壳受损。庙方看重文化资产的保存，特别请修复师傅替妈祖整修。这崇祯马子因过咱讲准啊嘛，
台积电做的第一尊呢妈祖婆伫大陆来，就是明崇祯制作1640年，大尊迄尊是老年妈，因为久啊，阮搁装修。100年的新尊，若准备征收，就要经过一庭一庭的研究。若爱研究新尊的年代，甚至新尊外皮有过纸、皮图，拢爱详细处理。加上数百年的雕摆，香烟是钉钉塔塔，也增加修复的困难。好佳在有标会列表书推荐，找专业的修复师傅，用以旧修旧的方式，让妈祖婆登到上界原始的面貌。拍过好几次，以前就知道说它有损坏，不会去破坏它，或是把它重做成新的。伊迄个时阵是碰工啊，真严重，咱只要手小甲摸到，伊就可能皮壳就落下来。咱咧处理的时阵，咱是用古早的古法去甲维修。咱拢无用到现代的素材。整修了后的2尊妈祖也遵照鼓励，请道长通数照明上苍，将2尊妈祖的神灵请登入来座位，用古法去修复方式，唔但保存信徒心目中妈祖的面容，也让古文物的意义对着时代改变继续流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台南新营这一带有一个庄仔头，就号做高野里。传说是电仙宫的梅赛杨瑞莲的故乡，老陆叫伊杨高爷，所以这个所在号做高野里。甲乡亲咱做伙来去。野头看到人徛记门牌，是怎样顶面写高爷2字？这是新营过去地方传说讲，因为电仙宫甲小妹电婉嫁互这个庄头的开基祖杨瑞莲，人就安尼叫伊杨高爷，这个庄头才会号做是高爷庄。因为这个地仙宫的妹妹地婉，伊无真正的妹妹哦，迄是因阿姨的祖囝，因为足疼这个地婉，所以这个地婉当时来嫁伫阮这个姑爷的时阵，吼，这杨瑞莲做某，所以名做姑爷，那杨姑爷，姑爷就是安尼来。讲到杨姑爷，其实有侪种无共款的传说，有人讲伊是地仙宫的将军，也有人讲。杨姑爷当初时和电婉结婚的时阵，因为地仙宫就疼小妹，就阮讲，互杨瑞莲骑马走3天3暝，大过的所在，拢是要送互伊的土地。毋过如今敢若剩杨家宗祠内，安尼神主牌仔会当影一个，真侪故事都已经无地可考。阮遮有一寡公园嘛真好看，吼，像我正徛的后壁遮人，吼，伫阮这姑爷内底，吼，的庙边，吼，有一个东边甲西边2边的公园，风景也非常的水。阮遮嘛有这个红前纪念公园，吼。这个庄头阁参像日头花纪念公园的风景，除了来看古厝和神主牌仔，听一下地方的故事，也真适合趁休假的时阵来遮细细行行的轻松自在。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今日早起伫并且参访路平台放上一支合作好好台语课的台语动画影片，透过这个袂晓讲台语的学生囡仔去参加学校的台语社团的故事，要互大家知影语言变大，大家拢有平等发展的权利。到底什么代志啊？发什么呆？跟吃饭啊！舅，我不小心去参加台语社了啦。影片中的囡仔浩浩、懵懵懂懂教你台语写，搁正做社长，袂晓讲台语，煞互老师指派参加演讲比赛。国家人权博物馆头一摆杀出以台语文做主题的动画底片。动画的这个方式用一个较轻松而且用一个较日常生活的这种方式来传达这个重要的这个语言平权这个概念。我这孙吼，伊做台语社社长，煞袂晓讲台语啦，真歹势哦！你敢会当互伊去旁听？故事的主角袂晓台语，落尾请教处理的人，嘛反映出一家伙仔3代人，伫无共年代语言政策下，受到什么款的影响？提过金马奖的导演王定玉讲，伊是将这批人甲因孙仔的故事真实展现，互大家来思考。讲实在就是讲。即摆大家拄到母语的问题，就是讲无咧使用，所以咱拢袂晓用。无咧使用的前提就是讲，因为心态上对这个物件有一个轻视嘛。咱较早会感觉讲讲啥物讲的语言会较有水准、较高级。其实咱若回到咱家己的母语，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使用自己的母语，同时。
就是说国家应该要平等的来协助任何的母语发展的机会。影片嘛有一小段咧讲越南新住民咧甲台语的情形。馆长表示，这支影片背后想要传达的，就是任何语言的发展拢应该平等，希望大家收看卖啊，认同家己的母语是一项真重要的代志。记者陈雅文、林淑凯台北报道。天气报道在，咱做伙来关心明仔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24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3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3度。外岛的温度上加11度，上悬19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新闻最后甲乡亲，咱做伙来去澳洲的动物园过耶诞节。感谢乡亲收看今日 AM 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